你要干嘛？你还缺一样东西。低头。这是……你不用知道。啊？原来顾小姐是尹先生的女伴，难怪顾小姐不方便当着大家说。我今天晚上没有看见你，以为你没有来呢。怎么会呢？我穆安茂还是很希望和 Alex 先生合作，您的邀请我当然得到。顾小姐，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？这是我送给他的，年前去西班牙，偶然间一个拍卖会上碰到的。当时见到这条项链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适合西西，于是就立刻拍下来送给他。没想到这个项链会到顾小姐这里。这个项链有什么故事吗？我的妻子是一个珠宝设计师，这个项链是为了我们结婚纪念日而设计的。她去世之后，我就按照她的遗愿，将她的作品拍卖。我没想到这个项链会机缘巧合的到顾小姐这里。那这么说的话，真的是很有缘分啊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希望二位能够成全。我希望顾小姐带着这个项链，能穿上我新设计的新品，跟我一起上台，也算是对我亡妻的一种致敬。我 Alex 先生，我们当然十分愿意把项链借给你，但是上舞台这种事情，我觉得还是请专业的模特来做比较好。虽然我没有上过台。怎么了？你胃又不舒服了吗？你要不舒服可以先回去洗洗，Alex 先生不会怪你的。Alex 先生，非常抱歉辜负您的赏识。西西的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先让司机送她回去。顾小姐，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